大家好，我係3C 班嘅黃佩希。今日我想為大家介紹下一本令我睇完大開眼界、思緒激盪嘅中文課外書，就係由劉慈欣所寫嘅當代經典科幻小說《三體》。首先我想簡單咁介紹一下呢本書嘅背景。《三體》係獲得過國際科幻大獎嘅雨果獎嘅作品。故事嘅起點咧就非常之引人入勝啦，講述咗地球上嘅科學界突然間發生咗好多異變，有好多頂尖嘅物理學家神秘咁自殺。隨住主角嘅調查咧，一個個隱藏喺宇宙深處啦，擁有3個太陽嘅三體文明，以及佢哋即將喺400年後入侵地球嘅驚天秘密咧，就逐步俾主角揭開嘅。呢本書嘅核心寫作主題，除咗探討高深嘅宇宙物理學之外咧，更加着重於人性喺極端危機下嘅抉擇。作者提出咗一個令人發人深省嘅問題，就係當人類得知世界末日即將來臨嘅時候，而我哋呢一代人根本冇能力去作出改變，咁成個社會制度同埋人與人之間嘅感情會有啲乜嘢嘅轉變呢？呢個唔單止係一部科幻嘅小説，更加係一部關於人類文明生存同埋道德博弈嘅啟示錄。喺書中眾多鮮活嘅人物入邊呢，我最中意嘅角色就係史強，咁大家就叫佢大史啦。佢係一位長相粗獷，睇落嚟有少少不修邊幅，甚至可以話係唔按套路出牌嘅警隊探員嚟嘅。喺充滿咗高科技同埋頂尖科學家嘅故事背景之下呢，主角即係大史就顯得格格不入啦。佢甚至連乜嘢係量子力學都唔知道。但我之所以最中意大史，係因為佢喺絕望嘅環境之中展現咗最強大嘅心理質素同埋接地氣嘅智慧。當所有嘅天才科學家因為面對未知嘅外星科技而陷入崩潰、絕望，甚至係放棄希望嘅時候呢，淨係得大史始終保持冷靜。佢用最樸素嘅底層邏輯去思考問題，成日都可以用一啲幽默啦、果斷嘅諗法去解決危機嘅。書中有一個情節令我印象深刻，就係當大家俾外星人嘲諷為蟲子而感到絕望嘅時候咧，大史會將科學家引到麥田入邊，睇住滿天嘅蝗蟲，話人類用盡咗各種嘅農藥同埋技術消滅咗蝗蟲幾千年，但係啲蟲都係冇俾人滅絕過。呢一句話瞬間就點醒咗所有嘅人。大史代表咗人類身上面最原始、最頑強同埋永不服輸嘅生命力。總括而言，《三體》呢本書帶領咗我哋跳出日常生活嘅瑣碎啦，將視覺放大到整片嘅星空甚至係宇宙。佢令到我明白喺廣袤無垠嘅宇宙面前，人類雖然細到好似一粒蟲咁，但係我哋嘅智慧同堅韌就可以無比偉大。如果大家都想體驗一場前所未有嘅思想風暴，咁我就強烈咁推薦呢本書啦。我嘅分享到此完結，多謝大家。